你冇聲。哇，咁精彩！你啱啊，佬就得㗎啦！你老母我坐呢條面，你踢鳩我，你兩隻嘢啊！你乜撚嘢先？你想點都得啊！你想點乜嘢啊？咪想點啊？屌你喂！你踢鳩張凳咋？我踢啊！你踢鳩我張凳咋？呢個交嚟咯！打香港人咁多嘢啊！你條家啊！你知啦！